咁咧究竟喺美安嗰個分紅制度係點嘅咧？咁咧我哋有個咧叫管理業績紅利計劃啦。咁佢嘅做法咧就係用一個咧垂直加盟嘅方法。咁咧就係建構一個咧消費嘅通路，產生一個咧細水長流嘅收入。咁呢度咧好似個連鎖嘅方法啦，建立咧左邊同埋右邊咧係兩個嘅消費組織。好啦，咁睇睇呢個，譬如假設我咧就加盟咗呢個美安平台，咁我需要做嘅嘢咧就係假設左邊有位朋友 Alan。佢係相信我嘅，佢覺得唔錯，咁我就介紹佢，推薦佢咧成為我左邊嘅伙伴啦。咁有個紅點咧係代表住咧我親自帶佢入嚟嘅。跟住咧 Alan 就覺得好好，咁佢介紹阿 Ben 啦，阿 Ben 又介紹阿 Cat。咁原來一個介紹一個啦，咁原來咧佢無限代咁咧，可能係下低10個、100個、1000個嘅店主都好咧，係一個一個咧去連落去嘅。嗱，以圖片圖裏邊咧271咧係暫時咧係左邊咧最後最新嗰個。咁假設佢咧佢話我都加盟咗 shop.com 之後咧，我想買啲嘢試下用先。咁咧就產生咗咧200個 BV。BV 咧就係自家品牌嘅分數嚟嘅。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呢200個 BV 咧係無限代咁咧係向上累積嘅喎。咁即係話咧，271有200個 BV 啦。阿 Cat 有200個 BV，阿 Ben 有200個 BV，Alan 有200個 BV，我嘅左邊咧都有200個 BV。好啦，去到右邊啦，因為我哋要建構左右啊嘛。咁啊 A 咧係我識嘅朋友啦，佢加盟咗，即係我親自推薦佢成為我嘅伙伴。咁啊 B 咧我唔識嘅，不過係 A 介紹入嚟嘅。好啦，咁而咧如果有個阿 C 係我識嘅，不過咧佢考慮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終於咧係加盟成為我嘅伙伴。咁我咧就唔可以同佢咧，我就同佢講啦。咁啊唔好意思啦，我就唔可以咧擺你喺我嘅最近嘅 Alan A 嘅旁邊，我只可以咧將你咧係擺喺我組織嘅左或者右咧，暫時係最底嘅位置。好啦，咁阿 C 就話都冇問題啦，咁我都要慢慢學慢慢做啦。咁但係咧，大家留意下咧，喺美安有個方法有個制度咧就係好好嘅。咁我咧就同阿 C 講啦，因為你係我親自介紹入嚟嘅，咁原來咧我有嘅分數咧係可以咧下放俾最底咧我親自介紹嘅朋友阿 C。好啦，咁原來假設咧我最近咧有個朋友咧幫我買咗400個 BV 嘅產品，咁我就同阿 C 講啦，嗱你留意下你個戶口，咁咧今日咧嗱你就多咗400分㗎啦，400個 BV 嘅分數。咁阿 C 就好奇怪啦，佢話：我啱入嚟都係1-2日啫喎，點解會多咗啲分嘅？咁原來美安 shop.com 咧係有個制度咧，除咗啲分係由下而上之外咧，亦都可以由上而下嘅，即係由上高係下放到最底親自推薦嘅朋友。而最特別嘅地方咧，嗰啲分咧係會經阿 C 上翻去俾阿 B，上翻俾阿 A，亦都去翻我嘅另外一邊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美安呢個分紅制度嘅特別嘅地方啦。好啦，咁咧嗱，咁喺熒光幕嘅左下角咧，我哋就開始咧講咧，原來每個禮拜咧都會計分嘅喎，會折數嘅喎。逢星期五晚23:59就折數啦。咁咧個系統咧無限代咁向下搜尋分數，係100%咧向上累積嘅。啲分咧係可以咧慢慢儲足365日，即係1年嘅，唔使急嘅。咁而咧咁我正話講過啦，BV 咧就係啲分數咧係自家品牌嘅分數啦，而 IBV 咧就係我哋伙伴商店譬如話連卡佛Nike 沙爹王呢啲伙伴商店嘅分數。咁如果左邊成個消費組織儲夠1200分，右邊成個消費組織儲夠1200分咧，就會出佣金㗎啦。咁呢個係2300蚊港幣左右夠1200分。咁我哋會問啦，究竟1200分要做幾多嘅消費同埋業績咧？喺美安嚟講咧，美安香港咧一個 BV 咧大概係12蚊至13蚊到啦。咁我當12蚊啦。咁1200分乘12蚊咧，其實大概咧係14000零蚊。
嘅消費額啦。而最特別嘅地方咧，就唔係自己一個人做，係成條街，無論係左邊嘅 Alan 啊、Ben 啊、Cat 啊，咁全部人咧，總之累計所有分向上累計咧，儲夠12分，同埋記住嗰啲分數咧可以累積365日嘅，所以唔使急，慢慢儲。好啦，儲完攞完支票之後咧，最特別咧就係嗰啲分數咧唔會係冇咗嘅，繼續累積，由1200分累積到2400分，左右都係又出支票啦，又出2300。好啦，即係簡單嚟講咧，左右做多1200分啦。好啦，咁跟住咧再累積由2400，左邊右邊做多1200分，去到3600分又出支票啦。咁頭3張支票咧係2300蚊。好啦，原來咧呢個制度咧係有封頂嘅喎，即係話咧嗱，封頂咧係由3600左右做到5000咧嗱，如果你心水清咧就做多1400分左右，咁嗰張支票咧係好着數嘅，係會 double 嘅4600蚊港幣。咁而咧因為佢係一個冇周薪制嘅公司，所以咧如果係理論上咧，如果係每個星期咧個消費網都夠深夠大嘅話咧，係有機會咧係個個禮拜咧都能夠滿分，就一次過咧攞晒咧4張支票11800蚊。咁咧嗱，因為佢封頂啦，如果左邊已經做到7000分，右邊8000分咧，剩翻嘅分數咧係冇得留低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封頂制度裏邊咧，再加上左右要平衡咧，就確保呢個生意咧個分紅制度咧係健康嘅同埋咧真係派得出呢個好緊要嚇。好啦，咁除咗 BV 之外咧，如果連 IBV 都滿分嘅話咧，咁就係另外咧俾多4張支票，咁係分開計嘅。邊個行得快邊個咧就出支票先。咁咧一個禮拜咧有機會咧係攞到4張嘅 BV 支票同埋4張嘅 IBV 支票嘅，夾埋係23000蚊嚇。好啦，咁咧喺美安咧仲有一個咧第9張支票第9張支票咧就係話咧任何一個星期，如果我自己本身咧達到5000啦，即係 BV 嘅部分滿分啦，而左邊有任何一個店主咧，佢又係啱啱好儲夠5000嘅 BV， 右邊有任何一個識與唔識都好啦，都儲夠5000咧，咁公司咧就俾多個管理獎金認為咧我能夠幫到我左右團隊啦，啲人咧能夠可以咧達到滿分，咁咧就額外俾多4600。所以咧一個禮拜一家店最多咧有9張支票啦，27600蚊一個星期，每4週咧係11400蚊，一年咧真係如果照咁每個禮拜都有咧，基本上咧就140幾萬嘅，一年係真實嘅咁而咧我哋呢度只係顯示咧係其中一家店啫，我哋可以用自己名義咧係開999間鋪，999間鋪，咁所以咧係收入嘅潛力係好大好啦，做個總結啦，呢個制度咧係可以均富嘅，就唔係某小撮人賺好多錢，而係人人都可以咧賺到一啲錢，亦都可以互相幫助，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另外咧係好公平嘅，即係話咧唔係因為你個位置係早加盟你就一定賺得好多錢，而係咧係靠你嘅努力左右平衡，能夠快啲攞到佣金，咁最後咧都可以咧呢個生意可以成全嘅即係話咧當有一日建立咗呢個事業之後咧，你可以咧成全俾你嘅太太啦、老公啦，甚至你嘅仔女啦咁樣嘅咁咧係真係可以咧世代相傳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呢個 MPCP 管理業績紅利計劃嘅好處啦。